今日我嚟介紹一下莫毛校長一家同馮浩陽嘅背景。一個普通嘅家庭主婦，一個偶然機會之下創辦小童星訓練學院。無賴仔就係小童星訓練學院董事，無賴女就負責幕後拍片出 post。所謂訓練學院，其實就係上興趣班嘅地方。佢係自己嘅社交平台都話，唔係訓練小童星加自信心嘅興趣班，根本就係兒童版嘅人生教練課程。楊洋早在2016年出道，2017年先加入小童星訓練學院。因為楊洋有亞氏保加症，所以楊媽幫楊洋參加增加自信心嘅興趣班都好正常。2019年楊洋有幸參與《媽媽的神奇小子》電影拍攝，憑住精湛嘅演技榮獲金像獎最佳男配角。2022年7月15日，小童星係社交平台宣布楊洋正式離開學院。2025年，巫婆以極其誇張用詞捅我一刀謀財害命同故弄玄虛嘅報道方式出咗條片，仲話會爆更多黑材料。但係星大大冇貨買，效果不似預期，傳媒零報道，而網民對巫婆更加反感。到底呢幾年發生咗咩事，令到巫婆好似癲婆一樣？早係2024年年中，巫婆已經係各大社交平台留言。我哋睇下呢段時間發生咩事。之前我介紹過無賴仔，佢係訓練學院嘅公司董事。2021年電影上映嗰一年，開咗5間公司。哪裏來嘅勇氣？係疫情期間連開5間公司。2019年楊洋參與《媽媽的神奇小子》拍攝，電影係2021年上映。楊洋更獲金像獎提名。無賴仔就睇準呢個機會，利用楊洋嚟擴張公司。興趣班學生可以上到大銀幕喎，又係天下一嘅電影，仲有知名演員出演，當然要好好利用楊洋嚟賺錢啦。唔單止要楊洋幫學院買廣告，仲要楊洋係學院做生招牌，招攬學生。當然唔止呢啲，佢仲落足嘴頭叫楊洋去 TVB， 只要楊洋繼續係娛樂圈發展，巫婆就可以一直利用楊洋嚟免費宣傳，繼續劇水。我哋嚟聽下巫婆自己點講。可惜如意算盤打唔響，自己經營不善，過度擴張公司，苦主群同苦主家長都出現啦。家長們去東張控訴，訓練學院打算要結業，仲收取家長1年學費，而且仲用 TVB 名義推出收費活動。學院網絡同 TVB 嘅關係特別深厚，校長會以 VIP 身份參與 TVB 活動，又展示唔同藝人嘅合照。唔同嘅收費課程同埋活動宣傳都凸顯同 TVB 有關。TVB 亦就事件發出聲明，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嚴正對公眾查詢有關小童星訓練學院之商業行為提出關注，並作出公開澄清，以正視聽。訓練學院喺未獲 TVB 授權情況下，私自喺電視城內拍攝影片，並將影片、照片同埋 TVB 商號及商標用於收費課程嘅宣傳活動，嚴重侵犯知識產權。因此，早前已經停止接受嚟自訓練學院嘅節目表演建議。訓練學院只係本台廣告客戶，以及為節目提供表演者，呢類型表演者角色，並未涉及工資或商業合作。訓練學院多次未經授權使用 TVB 商號及商標嚟吸引公眾參加其收費項目。儘管喺21年8月13號曾經向訓練學院發出警告信，但該機構仍然持續進行呢啲行為。本台深表遺憾，並將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家長嘅指控與 TVB 嘅聲明之後結束小童星訓練學院。不過呢頭無賴仔結束公司，無賴女嗰頭就開一家新嘅嚟接手，換湯不換藥都係一家人，但因為大量苦主出現追討無賴一家，最後全線結業，以為咁就完。今次到巫婆出場啦，賺唔到家長錢就改賺寵物錢，以慈善活動名義搞比賽，以無手為受惠機構作招來。當要求巫婆公開賬目時，就刪留言兼封鎖人。點知道佢又被人拆穿，利用寵物 cap 水，見形勢唔對，又有負評，又再改名繼續 cap 水。今次就做銀髮族生意，一手好牌風光一時，賺到盆滿缽滿，由公屋到私樓以為風光無限。還有一個出色的學生，
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貪得無厭想賺到盡，可惜自以為是，從不自我檢討，將失敗歸咎於人，最後到惱羞成怒，更開始大話連篇，一家三口開始成魔之路。